咱来看画本作家海狗厝头家，用伊囡仔时代的生活经验，创作两本菜市仔、果子园有关系的台语文绘本，希望互囡仔轻松认捌菜市甲果子的台语，也毋忘继续创作，互讲台语真做是囡仔的日常。 用轻松的歌曲带动唱，增加囡仔对台文绘本的印象。作者海狗厝头家伫2020年10月发表两本台文绘本，甲阿公说菜市仔、阿嬷的果子园，以家己囡仔时的生活环境做背景，用浅白生活化的故事，带小朋友学台语。拢会把这头毛安尼后壁敢一条球，啊细汉爱去甲戳安尼，所以画家伫批伊度咧画的时阵。 伊就甲阿嬷画作安尼，这是阮阿公阿公阿嬷伊的脚踏车，阿公洗菜市啊，这一开始就阿公去牵铁马，伊讲要骑铁马去洗鸡，这都是阮以前定定转去的时阵吼，第一印象就是阿公脚踏车带就见关安尼出去。 甲阿公洗菜市仔，讲的是阿嬷交代公孙仔两个人去买菜，结果全部买唔到的趣味故事。阿嬷的果子园用主角营养的角度去认捌果子的名。创作过程当中，海狗厝头家讲印象上深的，就是台语的用词。伫阿嬷的果子园，我有发现一条西瓜，伊想要食，结果阿嬷去敲迄个西瓜，敲迄声，听起来是也袂够分啊。也袂够分，这个词以前细汉拢有听过。 用过足久无咧用，拢袂记的。所以我迄阵是写西瓜也袂熟，老师甲阮解是解9分，9分这词阮看着，感觉讲真是以前定听着，而且迄词真优美，嘛真文雅安尼，阁有迄个水分的感觉。芥菜、葱头、桂米，我拢会记哩。 读绘本的时，先互囡仔熟悉台语用词，再搁配合画图甲唱歌，参加活动的家长表示支持。因为这是我们的母语，所以咱伫生活中来讲咱的原来语，对于来讲那个是咱的语言。就是母语是应该必须被流传下来的。那我觉得就是要支持母语的绘本。简单的故事内容引起家长的回响。作者讲，为了引起囡仔对台语的兴趣，未来考虑创作更较侪生活化的故事。继续搁写这两本册，比如讲婴仔甲阿公米烧炊啊，甲阿嬷拍面皮啊，拢是生活当中的代志，小小的代志啊，温暖好笑笑开的代志安尼。将母语传承落去，海狗厝头家希望透过台文绘本，创造亲子之间用台语互动的机会，互台语真做处理自然的语言。记者麦尚英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